帕亞贊馬哈南達雅一期神獸繩，國內有的叫麒麟，星號雷擊水牛角限量35尊，底座附有通符片，水牛角雕刻上面刻有繩咒語，拼印有序列號。繩泰國麒麟聖獸，尊貴猛勇，擁有強大磁場。泰國的軍、警、政、官等都配掛或帶一尊該聖物，象徵吉祥、開運、掌權、招正偏財、找住機會，可強增運勢，幫助升遷及威權、當險、辟邪、偶靈。根據龍婆眾提 Wangpu Sunti 的指引，雅通拍子 Wat Thung Fra 帕亞贊馬哈南達雅師傅用心製作的第一期。師傅悅我精心製作並加持了這件珍貴的護身符，以求他帶給信眾們好運、避險、威懾敵人，聽助你事業騰飛，是精神力量和權威的至高象徵。麒麟眾所周知也代表財富、給展的象徵，而在泰國也同樣代表着無限給財。金展只進不出，所到之處遍地黃金。銷售任何關於展的方面都會特別順利。2026年1月14日舉行佛法開光的儀式，由多位德高望重的上師和大師主持，包括90歲的龍婆超亞塔馬諾 Wangpu Chao Adamano塔叻府素曼那威哈恩法子 Sawanawahan Dharma Monastery, Phrae Province 89歲的亞贊普塞姆查塔外 Ajahn Pu Sermchataki 沙著府班亂塔巴克子 Ban Noan Tabak, Sakeo Province 84歲的亞贊莫尼昂奇亞查倫 Bajorn Mornyang Chiwakaroan 4. 龍婆孔素曼那諾Wangfokong Sawanano 的信子，黃桑柏羅斯子 Wat Wang Sampharos 5.75歲的亞贊普楚提富男 Ajahn Pu Juathikunan 龍婆孔和龍婆孔馮的弟子塔叻府等等。